耶！你创？我在你怀疑啥？你的心坑地对，嘿，敲电话问冠军。哎呦，嘿，我嘛小可会晓哦。3秒就随甲咱今日的标题讲出来对啦，听众朋友啊，咱今日就是要敲电话的时间咯。哟，但是伫咧敲电话进前吼，咱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要讲。好，请讲。就是我们要甲线顶的阿东来甲伊休一个。阿东啊！就有听众朋友问阮讲奇怪，像阮伫遐休阿东休半步，奈无招伊来。有啦，阮有要招伊来，但是阿东最近要去进修一个。进修哦。对啊，伊身躯有物件要修理一个啦。哦。对啊，等下过来恢复健康了的来上咱的节目啊。阿东啊，咱约好啊，3个月以后再个见面咯嘿。有阿东等你哦。好，啊，今日就是先来访谈你真介意的歌手。阿跨面。阿跨面，好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哦，咱今日的节目无共款哦，真的哇，就期待呢。咱今日的节目爱改做出名人请call out。请问线顶的朋友，你有伫咧无？线顶的朋友，是我吗？对啊，就是你。那边是我。好。这个电话面顶的朋友你好，我甲大家拍一个招呼的嘛。对，你要甲大家拍招呼。耶！等下，哎，惊到你迄个阿夸面机器向跳一个，我想讲惊死。阿夸面的台语名讲，但是你阿夸面是英语呢？系啊。不过我甲翻一个中文的字出来。哦，阿夸面啊！你若是要用迄个字来念，就是阿夸面啊。有人拢叫我跨面呢，跨面，敢是因为你比赛以来变大块的关系？就是的呢，你有较圆啊？无紧，咱做伙运动，做伙变瘦哦。听众朋友听讲阿宽妹有3种人格，就是一个是看到镜头的时阵一种人格，一个是访谈的时阵一种人格，第3个人格就是伊甲因兄弟的时阵有一种人格。啊，请问你今日甲2个妹仔是倒一种？我即马就是访问的时阵迄个人格。啊，我想要爱兄弟迄个呢，敢会使？啊？我想要爱兄弟迄个敢会使？你还是为妹仔变兄弟啦？可能爱个熟悉较久诶，爱个熟悉较久诶，你你考试啊，听种朋友啊，因为就是阿宽妹。毋过甲查某囡仔讲话，佫是另外一个人格。有实种哦。听种朋友，阮当初是一直认为讲阿宽妹即马才18岁呢，我想讲哇，我找到一个跟我同款18岁，足欢喜诶，结果伊拄则甲我讲伊是21岁呢。结果我是。大哥哥安尼，阮那叫一声哥哥，我叫要听袂落去啊！听种朋友咱会转台，想讲听5分钟啊，到底咧讲啥？阿宽妹，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有诶，阮的听众有诶可能无看节目，你要甲因讲一下，讲你是拄倒位来诶哦？我是对倒位来？对啊，我是台南东山人。东山人嘿，你最该讲啥嘛？你最近穿起，伊真的是一个真个。你最近穿起来原因是啥物？原因嘛？对啊，我毋知，应该是得冠军吧？哦，啥物物件得冠军？你爱甲听众朋友讲啊。是一个念歌的比赛。念歌的比赛，好，你敢知影台南有一个念歌的歌手叫阿家？阿家，我知。对，啊，伊家己就讲，就是伊甲饶舌这个词又想一个，伊讲真正就是有一个啊，袂记迄个像黄妈妈吼，就是伊讲伊甲饶舌这个词号做替字。就是因为恁替字，对，因为恁讲唱嘛，就是做高替的替字安尼，对，我感觉你会使参考这个词。替字哦，对，我拢想讲念歌，叫念歌嘿。哦，念歌嘛 OK， 念歌嘛 OK。好，安尼咱直接进入主题好，我感觉你真正有小可紧张哦。正常。你电话遮紧张，你若伫阮现场看到阮2个妹仔，你毋得无法度讲话。因为我感觉是颠倒汉地用台语咧访问嘿，真正较少，所以会较紧张，因为伫咧网络顶头大家拢讲我台语偌好咧，
哦，有一点仔吼，其实我台语嘛无讲介好啦。对哦，你谦虚啊，你谦虚啊。咱想要问讲，你拄则有讲着讲你是台南人，而且阮拢感觉你的台语袂歹，至少你写会遐数嘛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像这甲你厝里的成长环境啊，养成你即个语言有关系？恁厝内有啥物人安尼？阮爸爸妈妈甲阮大兄，嘿，啊，因敢拢讲台语？嘿啊，拢讲台语的，哦，所以恁伫厝拢讲台语。嘿啊，啊，恁厝边隔壁嘛拢讲台语。对啊。啊，你去上课敢会讲台语？国小国中的时阵，国小国中的时阵会讲台语。嘿哦，啊，高中时阵就开始讲华语。迄阵去家己，对，啊，就较少人咧讲，家己较少人咧有讲。加减。哦，加减。这时阵就爱 call out 一个家己的代表啊，孙聪老师啊，孙聪老师啊，恁家己的检讨者。我拄则讲迄个孙聪老师是你的 big fan， 你的大粉丝。真的假？真的，伊听到真的你，伊听到你要来，伊足欢喜，足欢喜，足欢喜。换一个病我鬼其，实第一个 fan 拢会紧张咧。哦，我记伊即马无，伊即马无伫遮。我会紧张伊到时阵伊会伫山顶留话。好也听好哦。，咱直接就拄台语的物件开始问好啊，因为我拄则会问着讲，恁厝里的成长环境是因为讲，因为你写的一寡台词啊，拢做有台语的开口，想要问讲，就是这些词是你平常时会用着，还是讲你特别去找的？有一寡是我特别去找的。无咱来举例一下嘿，我举例一个，大家讨论真久的，就是节目面顶，就是评审老师嘛有讲的淡散，你平常时敢会讲淡散？哦，这平常时会讲，这平常时会讲，哦，这这平常时会讲这真深呢，因为对啊，对啊就，是爸爸妈妈会甲阮讲的。譬如讲你举例一个，伊安怎甲你讲？比如讲，细汉时阵有当时要去食板豆啊啥，对，叫阮讲，买一个啥物物件，做淡散者就好啊哦。等下要食好料的安尼。饱，就是叫我们人食伤饱，嘿。哦嗯，真正有你应用呢，好，啊，过来对，啊，像我感觉迄即句就是甲迄物件拌拌咧，迄个拌，嘿，即个词嘛较少用。即摆囡仔会讲杯调啊，还是讲啥物啊？啊。对，啊我个嘛，即马真正我读大学，做这咧甲人，较少咧甲人讲台语，我嘛毋知即马逐个程度倒咧甲对，所以我拢毋知其实我用的遐可能已经足少人咧用啊。对，因为像你有一个就是讲听你黑白转即个转，我感觉、啊我感觉应该是真数常伫用的，但是我看逐个人真侪人咧讨论呢，转即个字。啊，你有互念过这哦？听你黑白转。哇，转这意思应该是较无遐文雅的话吼。对对对，就是对，就是有一寡负面的事啦。好，安尼想要问你讲，就是像讲有一句号做溜水啊，你敢知影溜水啊是啥物意思？溜水啊，敢若敢若是咧讲用中文讲就是像小瘪三迄个意思嘛，小瘪就是小混混、小瘪屁三。塌啦，毋知屁塌啦。真正溜水啊，这三字的意思是啥？哦，我则甲你就是甲你 call out 一个来宾，无啦，无 call out 啦，伊直接甲你写起哩。嘿，你敢知影网络面顶有几个人伫介绍你的台词？歌词，我歌词，有看过。对，伊就是甲你的歌词，对，甲你的歌词写字幕，其中一个号做阿东的哩哩酷酷，阿东啊，阮搁咧叫你哦。伊有写讲啊，就是因为伊有问过因老母，因为溜水啊原本的意思就是讲，就是空心的迄球啊啦，球啊空，所以伊会讲，因为你是台南囡仔，伊感觉你是自细汉就讲台语大汉，所以你写的词就会当看出讲，就是这甲你的生活有关系，所以伊感觉你用的真斗吧。啊，伊讲，这就是你写讲差不多什么配囝啊、配tat啊、小混混无路用的人啦。你感觉你敢有认同？是讲我家己吗？我家己。对啊，你当初是安尼的人吗你当初毋是啦。哦，是讲我家己敢有认同，我讲是溜水啊。哥哥，我那敢讲你是溜水啊？讲这个意思，伊还这个意思敢有认同。对，伊还这个意思有认同，因为就是因为伊是要还你歌词内底，感觉你是做这个应用安尼。你甲我惊着呢，我伫节目面顶骂你溜水啊，我可能。我是讲你问我敢有认同，我无认同。啊，我要问你讲，就是像你甲街舞翻做街路舞，你迄当阵是为着要押韵，还是就是你的认同，就是叫做街路舞？街路舞这就是这我算看，我看公司台语台二的。哦，你看阮台语台我是看嗯，迄个意思。
益智问答节目诶，迄出叫啥？哦，全家有智慧。全家有智慧，内底讲老师有讲着，爱顺着学起来。哦，所以拄好学起来家乐母，而且佮你对，老师有讲，佮拄好要甲你斗句诶韵尾共款。对啊，我有会当用着啊。哦，我感觉上特别就是迄照镜，迄个照。你是讲笑，因为即个音我是感觉做特别的，即马做汉人讲。你讲笑你要光线，对，迄句嘛。对，笑着破嘴会惊。哦，无我迄句是讲笑呢。你讲笑啊？误会。光线我是用笑的。哦，光线是用笑的，迄句是用笑的，所以我两句听。歹势啦，我两句听颠倒变啦。听众朋友歹势，哥哥歹势。无，你说用听啊，因为我嘛袂晓，我袂晓因即摆用迄罗马拼音嘛。你即摆是咪家己写题目啊？啊，被问掉。第边换你啊，或者第三条是，无要紧，伊即摆随甲你问，你再随回答。好，过来就是要问讲你袂晓即个台语的拼音啊，所以你的韵尾嘛，拢是靠你家己的语感写出来的。请问你平常时要安怎记录即个灵感？灵感哦，嘿，就是灵感一来，你会安怎家己做记录？还是你都袂记录安尼？等我若想到一个词，我会安怎家己记落？对。哦，我上赖的记事本。来技术谱，嘿，技术本先拍。但是毋是啊，阮的意思是讲，譬如讲你今日想到一个词对无？但是因为你袂晓台语拼音，所以你是写华语，甲迄个字记录落来，还是讲你要哪写讲你迄个字要安怎念？想到一个词嘛，因为我应该是算讲，伊原本伫伫我的头壳内底啊，我原本就知影。口内底啊，对。哦。就这样拢安尼念，我就知影伊大概是安怎念。所以我袂讲。硬要家记掉呀呢？所以其实迄当阵，譬如讲，像咱拄则迄个家乐母，你若想要写一个，你得写讲街舞，什么，啊，你家己就知影讲，你头壳看到就甲换做家乐母啊。对啊。哦，厉害呢！听众朋友啊，这个时阵就爱甲恁讲，爱看公司台语台，爱看阮的节目，拢有教片。对啊，阮厝里拢甲爸爸妈妈来看，因为有一寡新的物件是，我感觉即摆已经学袂着啊。对，安尼啦，我替迄全家有智慧甲你找一个通告啦，你找恁5个兄弟做伙来参加啦，紧的啦。对啊，报一团啊。5个兄弟做伙来。找阮兜爸爸妈妈做伙去。会使，你只要到5个人，小编替你报名。新的一季开始的时阵，随甲你敲落安尼。好，就安尼讲好啊。线顶听众朋友，线顶听众朋友，恁拢有听到？到时阵阿宽妹若无来，就甲处理者啊。后面个就是伫咧访谈内咧讲到讲，你会甲你的兄弟做伙讨论诶歌词，那呢是甲生活做伙好兄弟，也是共款有咧唱 rap 的遮的兄弟讨论咧。就是阮有咧做伙唱 rap 的。你甲因讨论安尼？阮是讨论方向啊。对。因为阮朋友算讲台语嘛，拢无介好。毋过伊会甲我讲，我会当写咩讲啊，一寡题材。主题安尼。伊甲我讲，什么写啊，我去翻做台语啊，我开始想后一个韵脚。所以就是韵尾你家己想。你若拄着迄揣无的字，还是创啥？你敢会查字典？你敢知影台语有一个字典会当查？咩来讲啊？我想一个字出来，我会去查伊的意思到底敢对，因为我嘛惊，我毋捌真正去研究过，所以我嘛惊我念毋对，所以我人去查。所以你会去查的对啊？系啊。你拄则迄个。就啥？拄则有一个网友讲，伊要留电话互你，叫你有问题就敲互伊，伊会当甲你回答。留电话互伊哦。无啦，伊要留电话互你啦。做你的顾问啦，伊要做你的顾问啦。咱拄则有甲伊换向迄个家己的代表啦。已经欢迎你甲伊做伙讨论安尼。对。会使。伊讲免费，我讲安尼，我要甲伊收钱。真的吗？我讲我甲伊牵狗我要甲伊收钱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即条其实是一个网友甲你问的，因为伊讲吼，伊伫还未学这拼音进前，伊毋知影讲台语有8条，所以伊无注意到，而且伊就是要甲你学到讲，你的迄韵尾啊，拢是共款的，你的韵啊，就是你的倒句拢是共款的。想要问你讲，就是你是有特别去注意去选的，还是讲你就是靠语感就知影讲，即两个词类就是共款的？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譬如讲，我想袂记迄个歌，就是譬如讲啥物，就是像你迄道具啊，你迄拢是你一字，就是靠机感家己去选的，还是讲你有特别去查？像这都无查呢，这都无查。写我较少咧查，就是真正讲，我有一个较无，像这无影叫阮翻中文，做字幕，对。啊，我就是想讲，因为你家己知影迄是啥物意思，啊，毋过你爱去查，翻中文，互人知影，这到底是啥物意思？所以我是安尼，我还去查。哦，所以写的时阵就拢照常写完了，开查网络啊看。对，这时阵要甲你讲一个，网络的台语念法应该是网络。对，网络是网啊，你行的路。对。安尼就算倒音去啊。对，安尼就算倒音去啊。对，因为这个网友要特别甲你学了讲，伊听足侪歌拢有迄倒音的问题，但是伊感觉你拢无。伊足介意你，这个是第二个介意你的朋友。毋过其实我倒音嘛是有诶。有啊，什物大湾是无？是物一个地名对无？大湾路啦，迄是我念着，我讲变分音去啊。因为就是变做讲，像咱一般可能大家较毋知，就是姓是白音，名是文音。啊，像念路名的时阵嘛是安尼。我想讲足复杂咧，我想讲应该是念台湾，这个是大湾。对，而且有诶物件是爱看当地朋友是安怎念的。对啊。对啊。这个时阵你的卖种就搁问一个问题啊。伊问讲你平常是有3种人格，但是伊感觉你有第4种。第4种就是对，第4种就是伊感觉讲就是，就这个路名的时阵，人甲你讲的时阵，伊感觉你足谦虚的，而且你嘛会当接受别人伫甲你讲的迄个意思。所以这敢有算是你第4种人格？谦虚吗？对啊。因为我感觉我本身我知影家己，这就是阮细汉安尼讲尔，无讲真正足厉害，因为有人真正是有去研究这个物件，所以咱袂就是嘛是搁咧学习吧。对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咱拄则有讲到，就是恁厝里有爸爸妈妈甲哥哥，细汉你敢会听因伫听的歌？因为我会记你节目有问你讲，你拢听什么歌？你讲你什么拢听？系啊。因听的歌对你后来音乐系啊，我的嘴破去啊。音乐创作敢有什么影响？你讲爸爸妈妈听什么歌吗？对啊，因听什么歌？因为伊听什么歌，你就对咧听嘛，对无？我自细汉到大，我无听过阮兜爸母有听过什么歌呢？我拢是种出去算放电台，听到的歌，无阮平时阮爸爸妈妈袂放歌来听。所以你我算是讲国学啊6年的时阵，我迄阵有手机啊开始咧流行，智慧型的手机啊，对。较慢慢有 YouTube， 我还通家己接触到迄个即卖的流行的音乐呢。好，原来是安尼。再来想要问讲，就是你咧比赛，你家己上满意的歌词是倒一段？想看卖嘛。好。我想一个。爱偌久？这伤进前无先来唱一条歌。我感觉，若讲上满意的一条歌是韩民啊。韩民歌词的话，对，我想一个歌词的话。好。将咱的故事写成歌，谱成咱的美梦。所以你上满意？我介一句的。敢有啥物故事？故事就是，因为我迄阵是感觉要做这个代志无遮简单。对。我敢若会当甲我想要做的遐个代志写伫歌内底。对。就是阮的梦想安尼。对。迄条是真正咧写我家己。对。心内的想法。有啊，伫迄当阵是咪讲，就是你去互救转来了，你感觉讲就是爱开始写一寡家己的物件。我是咪有认真伫听你的访问？因为我一开始拢是写迄个有诶无诶阿萨布鲁诶较侪。因迄嘛算讲一开始我接受到诶台语诶 rap。大部分拢是迄种诶。所以我一开始嘛对去写迄种。咩讲？迄种兄弟代迄种诶，对，较江湖、较生活迄种诶嘿。尾啊，那会即个风格转变？因为我感觉这毋是我啊，这毋是我家己。了解，就是想要用歌词来表现你家己安尼。就真正是咧做家己诶物件。
嘿啊。好，过来就是想要问讲，你的歌词敢有稳重什么 punch line？就是譬如讲，你有倒一段写啥物，大家无发现。punch line 大家无发现咯。对啊，你感觉讲，这物件应该做趣味，啥无人讲安尼，敢有？还是讲大家拢有发现？我想一个哦，我想一个哦。古罗迪身家，迄阮拢知啦。迄有发现。对。敢若无咧。大家拢有发现，你写大家拢有发现啊。我感觉因是想袂到咧，因为其实因大家拢甲你的词一字一字翻过，我感觉讲，其实啊个有迄我读过一笔记吼。对啊，有参日文，阮个有查日文呢，阮个有查。有少啊，迄日文拢是看较早有一寡台语的迄种电视剧嘛。哦，电视剧，哦，对。就是较以早迄像啥物哦，我做者日语拢是对看迄罗马教授。哦，罗马教授。我看迄内底学诶。哥哥，你21岁尔，你有看过罗马教授？对啊，我应该比你更较大呢。迄是我高中啊，大学的时阵高中的时阵，我用 YouTube 看的。哦。好啦，为着阮哥哥，我等下要来看者。我毋知像演的，应该毋是应该毋是王世贤啊吼。就是啊，就是。哥哥，你就单纯的。好，我咧想要问讲，就是你比赛时阵拢是唱台语歌较济，但是我看你私底下佫会晓模仿日本人的吼。口巴亚西桑，口巴亚西桑，我的是吧？我的是，我是哦。这那真正讲日语我都听无啊。哦，真的哦。我要学迄个 Q 呢。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想要知影阮这段吼是你算啥？你就是伫咧网络面顶拍阿夸面日本人，你得看到这个影片，做趣味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除了你的模仿以外，你敢有做什么？譬如讲华语歌。哈，华语歌哦。国语歌啦，就是咱讲的国语。我想一个哦。因为咱即马听到的，拄啊开始写歌的时阵有写过。对。一两条，尾仔就无。尾仔就无是安怎的即个转变？是安怎即个转变？我感觉台语较好写。是毋是台语的词要直接翻啊？是啥物？就是因为你其实你脑中的思虑，就是你的思考拢是台语的。我感觉讲实话，台语较歹写。哦，真的，我感觉台语的韵尾较歹了。台语真正韵尾就是足歹想的。而且咱还有迄啊 ，PTKH 听声。我感觉我应该爱用台语来写歌。对啊，我是安尼想啦。你即摆是毋是搁要头问后一条？你头讲后一条好来，无要紧，白变甲问落。就是问讲，你即摆才21岁，就是咱的皇宫少年兄，真正是皇宫少年兄啦。对，那呢，你的未来敢有啥物规划？未来有啥物规划吗？对啊。我目前是想讲，先甲我即摆像节目写完的歌，先甲录出来。发 EP 安尼。因为我有伫节目讲我要发专辑，对，也毋过我感觉目前也未到迄个时阵。哦，你讲目前未到迄个时阵，所以我先为 EP 开始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 EP 迄当阵，敢有考虑就是甲迄个歌词，就是变做讲台文甲华文做伙写，用字幕吗？对，就是歌词来表现。就是譬如讲，你即马写，因为你为着迄要互迄节目单位，你是毋是互因华语的字幕，会互因拍字幕？但是你歌词写出来，毋是有一个歌词本？你歌词本到时阵敢有考虑，就是讲用台文，就是台文甲华文拢写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歌要发出来，MV 的话，我的字幕应该是台文，就是就是台文。甲你讲，线顶的听众朋友听到，我找人帮我用，因为我袂晓。线顶的听众朋友，你有听到无？今日听到这一个人，恁就有机会咯。阿夸妹要找人甲伊用台文哈，迄个家己的朋友，迄个你叫顾问啊，你叫顾问啊，伊讲免钱甲你做，我直接随甲你画声免钱。你敢会考虑找阮两个妹妹？阮嘛会晓台文哦。你敢有考虑找阮？会使啊，会使啊。只是我唔知我这预算有够无安尼。无要紧，这阮足俗呗。
为着台语啦，为着台语在拍拼，这钱好为着文化拍拼，绝对毋是因为我们去看哥哥啦。无啦。啊，以后若是有机会啊，譬如讲有老师要甲你教台文，你敢有想要学？敢有想要学吗？对，因为我感一定的啊，因为即马加减嘛是有用，嘛是可能音的小可有毋对。对，加减嘛，啊有一寡新的物件。对，像即马你甲许多人讲，肯定嘛学袂到，有一寡新的。对，有一寡新的词啦。对啊。这时阵就爱对，就爱看公司台语台啦。所有的新书。哦，安尼想要问讲，听讲你的冠军奖品甲你的奖金拢已经安排好势啊，晓？安排好势，我是因为我一开始伫节目讲我车马流咧赛，对，嘿，毋过买下了，我就想，我感觉其实即台车，我感觉我无需要开甲即个价小诶，我不如甲卖掉，我即摆换做钱。换做钱，因为毕竟爱做歌嘛，做歌嘛是爱钱啊。对啊，做歌爱钱，音效爱钱。所以我想讲，先为我的未来先铺一个路诶，所以先甲换做钱。安是真有理想呢。啊，对啊。你不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迄奖金10万块。奖金10万块。对啊，你毋是讲爱去立什么？原底是爱立伊有一个，你若要领车有一个赠与税8万块。嘿。伊本身迄10万块就爱扣10%。扣10%，嘿。所以我存1万块。无怪爱卖车，无怪爱卖车，卖车所以爱卖车我。但是你卖车啊，还有就是你这个奖金1万块，恁厝里的人甲恁爸爸甲会讲钱交出来，应该是买啦，应该是。我卖车，因讲我无甲因讨论。因感觉我安尼无啥好，因为我想讲我想好啊。所以已经卖掉啊！我即摆是想吓，我已经未。你只伫想呢？聊到卖。即摆卖。你会当用一个广告啊，卖车阿宽面陪你洗一抓安尼。再你洗一个，唱歌你听。这样个袂歹。阮听众朋友有听到无？想要买车的人会当甲迄。会当联络一下对，会当联络一下，会当冠军车哦，毋是普通车哦。冠军车，伊等下个穿迄冠军衫，就是甲你面交哦。好，所来就是工商服务时间，你过来讲有啥物活动会当宣传者？因为我知影即礼拜你考试，听众朋友啊，阮甲阿宽免共款哦，阮即礼拜期中考哦。对，你过来讲有啥物要宣传的物件？过来，MTV 因有办一个大嘻哈的庆功演唱会。演唱会。伫当时啊，我想一个即摆也袂使讲，还袂公布出来。反正得要搞啊，即摆也袂使讲，反正有一个会宣传啊，庆功的。好，到时阵你的行动 IG 的行动拢会写好。到时我会写出来。好，安尼你甲大家讲一下你的，譬如讲你的 IG 啊，还是讲 YT 啊，是啥物？我的 IG 就是看咩？就等咧。你讲迄个 ID 出来吗？还是？看你啊，听众朋友想要听你的声。是拍Aquaman就有啊。拍Aquaman就有啊。所以应该拍那。所以你拢是你家己伫回。我家己咧回啊。真的哦。那我迄个账号是我家己咧回。听讲你是妹啊，你甲你讲话。好啦。安尼阮以后甲你讲话，敢会得落伫下骹，你拢袂插阮。别。不过你爱甲我讲，你的账号是对一个，无我。唔知。所以我来讲，哥哥我是黑边，伊就讲哥哥我是白边，安尼你。我以后若有问题，我就较甲恁请教。无问题。你嘛会当直接就是，我等用迄公司台语台的口做直接甲你讲话，你以后就是用迄个问就好啊。好啊。阮拢会甲你回答，好啊。所以过来就是手皮已经伫安排，做来还有一个演唱会。对，敢有其他？因为我看即摆就是伫上节目对无？一寡风档的节目，暂时想无。应该是毋知啦，系啊。应该是毋知。因为听讲你行程就满，听众朋友甲恁讲哦，阮想要约Aquaman约一礼拜哦，无消无息。是吗？真的啊，阮要约你，拢无人要插阮。对啊，讲笑啦。冠军的比完计长工。冠军啊！
我迄经济人的问题。无啦，讲笑的啦，就是因为当初是当初是因为迄边就是爱甲节目单位，因迄当初你安排，因为你的时间较满，所以迄当初就无会。对啊，因为迄阵较济，因为即礼拜个期中考啊。对啊，我你讲，我给阿家去甲阿兄讲。哦，阿兄。阿兄讲好，我来处理。但是巴肚做枵的，我就甲阿家讲，肉色饭甲伊敲落去。结果嘛是恁经纪人甲你跟我联络的。对啊。阿兄无好啊。阿兄无赢啊！阿兄，你讲你啦，阿兄。我等下。阿兄嘛在无赢啦。对啦，阿兄最近做侪活动的呢，我看伊。阿兄咧制作后一集的冠军啊。德乔治得冠军，大家有听过无？好，安尼上尾啊，就是有一两句啊，阮就是网络面顶话要甲你讲，就是引用，就是咱 IG 面顶嘛是共款，是恁南部的，就是一个念歌的歌手，伊是黑衣歌筱柯筱，我知，黑衣柯筱，老先輩啊，对，老先輩，伊就是有写一篇文章，大家会当去看，大家会当就是去找 K 衣柯筱歌筱，就是歌问题的歌，高雄 OG， 歌问题的歌，还有歌，我的嘴还叫筱棒的筱，对，歌筱，伊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就是希望教己台语的朋友，恁莫认为讲就是无写台文，就毋是台语的物件。啊，像恁即摆咧做音乐，其实你嘛是用你家己自身的母语，就是用遐个思维去创作。所以希望大家讲就是来先来去了解，就是 hiphop 音乐的内容。我毋知你有看到迄条批无？因为阮足感谢，就是因为有你才会台语创作，啊，还有就是即种即卖人较无咧用的思维，互大家知影讲，其实咱台语来做念歌、做创作，其实有一种更较水的韵味，还有一种无共款的程度会当去做，无一定讲就是兄弟书，还是讲一寡什么。所以真正是足感谢你，互阮感觉讲台语的传承更较有希望，因为就是有像淡山即句，应该爱做，都交互你啊！我嘛无想讲，我要做啥物代志，为代志做啥物，也毋过我是感觉，你毋是有一个歌词讲，毋是为着输赢，是为着文化，就感动靠出来，家己的粉丝毋是要比上赢，对，为着文化拍拼，对啊！因为其实台语伫咧复兴的过程当中，就像譬如讲，阮台语台要成立的进程，其实嘛经过真济拍拼，还是啥物，hiphop 甲台语嘛是共款，就是因为有的物件是大家无认同，还是讲大家认同。啊，恁是拢会介即个物件，就是因为恁伫咧用歌词写出恁对生活不满，还是讲恁对生活的就是迄种想要改变的想法，啊，还有你的理想，拢会写伫歌词内底。其实有的物件就是爱透过迄个音乐甲迄个创作，再来去互伊发光，互伊力量。所以阮真正是有力了，阮感觉讲啊。台语未来有希望啊！台语就靠你啊啦！好啦，你嘛是这个文化的推动者。哥哥，你客气咯。好，安尼今日时间过了真紧哦，咱这线顶的考考时间足紧就结束啊！阿宽妹要去读册咯，我嘛要去读册啊！我18岁，我今日第一届考试呢。考试加油，考试加油嘛！祝福所有线顶等咧考试的朋友吼成功。好，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门来请门，多谢大家，努力。敢跳舞，安尼你敢训练？安尼你敢训练？所以你今你敢两个妹仔讲话哦？哎，最紧张啊！你今年18岁吼？无21。哈？你啊，一直搞骗啊！我无啊！我无讲我18岁啊。哦我18岁，啊伊19岁。安尼阮两个拢是妹仔哦。安尼你敢要相信？我相信啊。哦，安尼啊，辉弟你也无看到阮的人啊。就无一定要唱我家己的歌。你要唱你家己的当然嘛较好啊。无啦，我唱歌肯定无法度，我。安怎？你人啊？你毋是歌手？袂啊，我感觉你袂歹，你讲你做紧张，但是咱即摆已经开工半点钟安尼。今仔表演算还可以啦。袂歹，我到时阵。妹妹。伊讲出来是这。我紧啊吼，咱无唱歌咧，你想好你要唱啥袂？我唱歌吗？你喊一两句啊就好。
真的吗？润少迄当阵来嘛，一个朋友伫边仔讲，伊拢有咧听恁的 podcast，真的假？因其他的人拢无唱咧。乱讲骗笑的，伊都无咧听。今仔唱一两句啊，我们听一下冠军吼，我们听一个呐。欢迎。你毋是要直接开始？你唱一两句啊？准备者，你准备者吼。你的心放伫地，莫想要得冠军，有你绵绵快乐话，毋是为着争冠军，咱拢为着文化打拼。无着毋是要比谁赢，噔噔噔。安尼会使吗？会使，欢喜的多谢哥哥。听就没有被搞我拍，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结束啊，咱今日结束啊。